一個簡單惹味嘅快手煮。蘿蔔去皮切絲，紅蘿蔔去皮切絲，青瓜去籽切絲，一罐豆豉鯪魚，撕開成條狀，20g 蒜蓉，一茶匙乾辣椒碎，100g 紅蘿蔔絲，100g 白蘿蔔絲，100g 青瓜絲，蓋好開大火煮2分鐘。1湯匙味淋，1湯匙蒸魚豉油，炒勻30秒就做好啦。